3次、4次、5次，你有冇試過？大部分人喺呢個位置就崩潰，唔係因為冇錢，係因為由頭到尾都冇設計過連輸嘅應對方案。今日講點解連輸係正常嘅，以及點樣設計一個令你撐得過連輸嘅風險系統。連輸概率加3層子選系統。首先，數學事實，就算你嘅系統勝率係60%，連輸5次嘅概率係幾多？0.4嘅5次方約等於1%，聽起來好低。但如果你每年做300單，發生一次連輸5次嘅概率超過95%，連輸唔係異常，係必然。你只係唔知佢幾時出現。3層子選系統，第一層單筆子選，每單最多虧損戶口2個百分比。第二層每日最大虧損，當日虧損達到戶口6個百分比，當日停止所有交易，不管你幾確定下一單3單連輸就觸發守則。第三層每月最大虧損，當月虧損達到戶口1成，當月停止交易，進入復盤模式。3層系統組合嘅作用係控制你喺最差狀態下最多輸幾多。假設每單2個百分比，連輸5次之後，戶口剩下約90%，恢復難度低，心理壓力低，可以繼續執行計劃。場景應用示範：阿文戶口10萬，冇3層系統，只知道每單只選5個百分比。某個禮拜市況惡劣，佢連輸8次，每次5個百分比，戶口從10萬跌到約6萬7，情緒崩潰之後，佢加大倉位想追翻，再輸2次，戶口跌到5萬幾。阿文用咗3個月先心理恢復，但係本金已經腰斬。阿明同樣10萬，設置咗3層系統，每單2個百分比，每日6個百分比，每月1成。同樣惡劣市況，佢連輸3單，觸發每日限制，當天停止。1個禮拜後重新評估市況，恢復交易。當月最大虧損約8個百分比，未觸發月限，下個月繼續全力交易。3大錯誤拆解。錯誤1，覺得連輸係因為系統問題，不斷換系統，連輸3、5次就換策略，說明你嘅心態唔夠穩定，唔係系統太差。所有系統都有連輸期，換系統嘅人永遠係喺連輸開始嗰度離開，新系統剛好要連贏嗰陣入嚟。錯誤2，連輸之後加大下一單倉位，搏翻身，每次加倉都係新嘅情緒決定，令你整個系統失去一致性。加倉唔會改變你下一單嘅勝率，只會放大虧損嘅後果。錯誤3，冇每日同每月止損，無休止咁交易。有啲人可以喺心理極度壓力下連做20單，每單都輸，冇硬性嘅今日停止交易觸發條件，情緒會驅使你不斷交易，直到壓力釋放或者本金用盡。總結 ，Mike 連輸5次唔係失敗，係系統嘅正常壓力測試。今集3個帶走：第一，6成勝率嘅系統，全年有超過95%嘅概率出現連輸5次，準備好比避免它更重要。第二，3層子選系統，單筆2個百分比，每日6個百分比，每月1成。第三，連輸嘅時候執行系統而唔係加倉或換系統，設計好系統，然後信任系統。連輸期係考驗你信任系統嘅能力嘅時候，唔係放棄系統嘅時候。下一集我哋講資金管理嘅完整3層結構，點樣從長遠保住本金。